华视在地新闻继续要来讲3月小妈祖。先来看台中大甲妈的廖景，昨暝10点来起驾。廖景的第一天，台北市长郭文泰甲新北市的前市长朱立伦嘛对咧做伙行。朱立伦先去永靖参访观光工厂，对国民党内总统初选的人选，伊讲妈祖会有安排。郭文泰是照着行程行到中华南瑶宫，结果是去台北市议员王世坚甲经体讲。悬拿加烧金，讲人信众是小妈祖，但是郭文泰是小总统。台北市长郭文泰对大甲妈绕境，妈妈阿嫂拢挖来翕相。第一天的行程爱行到中华南瑶宫。 路途真远，伊行到安尼撇撇喘，真忝。现在身体还可以吧？觉得这个身体好像不是我的。上班这郭文泰无伫台北市政府对大甲妈绕境，台北市议员王世坚批评有时间顾妈祖，也不如用时间顾台北市政。信众们消妈祖，可是柯 P 是消总统，柯 P 是管拿给修金嘛。 他不是真正对妈祖有虔诚的信仰。台湾的民选首长不可能全年无休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这个。另外，新北市前市长朱立伦嘛对大甲妈绕境，伊先到这永靖乡的这间观光工厂参访，当地人由红布条啊画加油。民众拢真热情喊加油，但是国民党总统初选人选到底桥了安怎？朱立伦讲：为妈祖哈来绕境出顺吼，所以拢祝大家平安顺遂啊，所有的代志都讲真好啊。